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军汉光37号的演习。今仔日是第2天，各地演习拢有震撼的场面。伫个淡水河口这场是来做着反渗透、反突击的这个操演。惊讲中国的解放军伫个发动全面的战争进程，先以特攻甲斩首的方式，直接来攻击咱的总统府。啊，这个陆军干道指挥部马上就出动着分百架车等等的战力，到淡水河口来阻止着解放军的部队来登陆。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演习的规模来缩小，民众无法度亲身看到演习的震撼，咱就透过镜头做伙来感受。4辆云豹装甲车出动，来到渔人码头广场，朝着淡水河面进行射击，现场发出巨大声响，场面非常壮观。今天汉光演习进入第2天，负责防守大台北地区的陆军关渡指挥部出动4辆的云豹装甲车。状况模拟中国解放军进犯台湾，企图直攻大台北及总统府。负责守备的陆军6军团关渡指挥部将由淡水河登陆的敌军全部歼灭。在8里淡水河左岸也投入兵力进行操演，沙滩上架起防御工事，阻止敌军抢滩上岸。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啊，试图从淡水河口冲进来的时候，那这时候轻快兵力就要开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海堤的上方，然后对着河口的这个敌军施以这个直接火力的这样一个射击。为了这场演习，14号凌晨台北街头就出现警车开道，紧接着云豹装甲车队从北安路出发，一路往中山北路开。今年受到疫情管制影响，各作战区虽然有重炮射击，但国防部核定的演练项目规模都缩小。在这么酷热的天气，在疫情影响下能够把步兵拉出来实际操演，这个还是算是陆军训练上的一大利多。面对攻击频频挑衅台湾西南空域，汉光演习在疫情2级警戒期间还是照常登场，向世界展现我国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。华视新闻张胜宏、黄